今日我哋邀請林兆斌先生。係，多謝主席。林鄭月娥司長喺上星期曾經講過，任何刺激中央嘅行為咧，對推動政改都係冇益處。我想講嘅係，一直以嚟其實都係中央政府一直喺度刺激緊香港人，而唔係香港人刺激中央。喺過去30幾年嚟，香港人嘅民主夢每一次都係俾親中人士同埋保守勢力所擊碎。今次呢個政改諮詢，表面上寫住有商有量，實際上喺度扮開明，係一個充滿框架嘅假諮詢，係中共嘅劇本。政府成日話處理政改問題係要跟從基本法，但係呢份諮詢文件好明顯就寫住唔係單單係依從基本法，仲要係依從中央政府、中央官員嘅聖旨。文件多次引述咗姬鵬飛同埋喬曉陽等等嘅中共官員嘅講話，去論證一啲基本法係冇明文寫明嘅規定。呢個完全係好似梁振英一樣喺度僭建一啲不必要嘅框架，係離晒大譜。而家政改諮詢最大嘅矛盾就係中央要確保特首選舉嘅結果係喺佢嘅預料範圍之內，所以中央係必須要操控呢個提名委員會嘅組成同埋提名程序，亦即係話由中央政府去篩選邊一個候選人能夠入閘，邊一個候選人要踢走佢。相反，香港人一直爭取緊嘅係一個真正民主嘅普選制度，係即係話由香港人去決定邊個人入到閘，邊個人唔能夠入閘，而唔係由中共去決定。為咗確保呢候選人唔係由中央篩選產生呢，公民提名嘅制度係必須嘅。公民提名制度其實喺香港不嬲都有，對普羅嘅市民嚟講係一啲都唔陌生。例如區議會同埋立法會入面呢，立法會嘅地方直選，任何人只要攞到100個選民嘅簽名呢，就可以成為候選人啦，即係話入閘啦。而我哋點解要求2017年特首選舉係要有公民提名呢？就係因為可以確保一個香港人佢呢，只要係有一定人數，可能例如係1% 嘅選民支持呢，就能夠入閘啦，去防止中共去篩選一啲佢唔啱心水啊，認為係唔愛國愛黨啊嘅人呢入閘。所以呢，簡單嚟講係啦，就係邊一個入到閘係由香港人話事，而唔係由中央操控嘅提名委員會話事。呢個就係真正民主嘅普選，呢個就係香港主流民意。希望呢政府同中央講，唔好再刺激香港人啦，落實當年對香港嘅承諾。